大家好，我叫梁宇權，我今年6歲。我想分享個故事係跌倒了冇關係。就算你倒瀉咗牛奶唔緊要，因為清潔就好啦。你走第二條路都可以，因為你可能會見到新嘅物件。你唔識白加3唔緊要，因為你問多老師幾次就得㗎啦。你唔小心踢咗個波出去冇關係，因為下次同你個朋友再打起啦。你騎馬嗰陣時騎下跌咗落嚟都冇關係，因為你就算你跌倒都可以爬返上嚟。你着唔同嘅衫都冇關係，因為你下次都可以再學一學。落雨嘅時候，你就濕咗，咁你可能揾到一啲新朋友，咁人哋會遮你㗎啦。你唔知點樣做，你又唔識，咁你睇人哋，你食下雪糕，諗下點樣。如果你諗到嘅話，你就叫佢可以啦。你嘅鞋帶打咗棘唔緊要，因為你可以問人哋打返一個蝴蝶。你揈手揈腳冇關係，因為你下次唔揈手揈腳就得㗎啦。你玩泥嗰陣時玩到污糟邋遢冇關係，你返屋企同媽媽講你整污糟。你怕醜喎，冇關係，因為你瞓覺嗰陣時你可以聽聲音。畫到出世界冇關係，因為你想畫咩就可以畫。有啲人會做錯事，有啲人都會唔知點樣做。呢個故事係講你做錯咗事，你下次可以做返好過你上次。多謝大家。